好朋友不理我了，好朋友不理我了。你說得不對，你才不對，自以為是的家伙。冷戰中，4天後，文心的遠的怒氣值從10降到0，怒氣值10。第一日吵架後第一日，第二日開始慢慢跌，第3日慢慢跌，第4日變返開心啦。咁呢個叫做怒氣值。文心已經不生小美的氣了，可他們見面還是不說話。小美，小美，諗起都唔開心，因為原本好朋友，而家冇咗啦。偷看那個？算了，人家根本不想理我。小美，小美不理我，我也不理她。我想像以前那樣開心地跟小美一起玩。小美真是小心眼，這麼久了還在生氣。想跟小美和好，我得主動做些什麼吧。小美會不會再也不理我呢？或許她也像我一樣，只是不知道怎麼開口。和周姑娘聊聊天，好朋友之間產生矛盾很正常，這本身就是朋友日常相處的一部分。有時候是因為其中一方做了讓對方生氣的事，有時候是因為兩個人的意見存在分歧，還有時候是因為存在誤會。關鍵是產生矛盾、發生衝突後，要如何修復關係，重歸於好。第一，承認錯誤，真誠道歉。如果鬧了矛盾之後，好朋友不理你了，有可能是因為他心裏的氣還沒有消，也可能他和你一樣想要和好，卻不知道怎麼邁出這一步。如果確實是你做得不對，那麼這時你就需要勇敢地承認錯誤，真誠地向朋友道歉。和而不同，互相尊重。如果談不上誰對誰錯，只是因為你們意見存在分歧，那麼先調整你的情緒，冷靜下來之後，再去想怎麼跟朋友握手言和。其實好朋友之間想法不同很正常，不一定非要說服對方同意你的觀點。你可以選擇堅持自己的看法，同時也應當尊重朋友的想法。第三，主動打破僵局，解開心結。想要打破僵局，總要有一個人先行動。想一想朋友的優點，再想一想你們一起玩耍的快樂時光。如果你還珍視這份友誼，那就主動一點。你可以直接跟朋友表達和尚好的想法，也可以主動找話題跟朋友聊，或是邀請他一起去做某件事，比如一起去圖書館、一起去球場打籃球等。如果是誤會，也要跟朋友解釋清楚。你的坦誠和主動能夠讓朋友感受到你對這份友誼的重視，對方也會更容易解開心結，消除你們之間的隔閡。試試這麼做。當你遇到煩心事時，你很容易被複雜的情緒淹沒。如果你覺得這些煩惱已經干擾到你了，可以試試下這個遊戲。煩惱樹，在紙上畫上一棵大樹，可以畫成任何你喜歡的形狀或樣子，然後貼在牆上。找2種不同顏色的便利貼，在其中一種顏色的便利貼上一一寫下你的煩惱，並貼在你的大樹上。再在另一種顏色的便利貼上寫下你的願望或期待，把它們貼在對應的煩惱貼上。
你還可以嘗試把煩惱樹做成立體，用一個紙杯做花盆，用吸管做樹幹，拿膠紙把它們固定好，做成你心目中大樹的樣子。便利貼上所寫的內容：我的煩惱、我的願望或期待。想一想，還有什麼好辦法？當好朋友不理你時，你會有哪些感受和想法？此時你通常會怎麼辦？下一步你可以做些什麼？問題不只是一種解決方法，或許你可以找到更多適合自己的好辦法，嘗試把它們寫下來。